张老师基金会长期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，因发现有真侪少年人拢无愿意使用学校提供的辅导资源，所以特别来办理青少年心灵补给站的活动，希望透过演讲甲辅导资料，建立更较完整的支持系统，减少少年人的心理压力。 青少年伫学校面对课业、人际关系，常在会出现无共的烦恼。长期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张老师基金会就表示，因去到校园演讲办理心理健康的调查，发现课业压力甲对外表身材焦躁是造成青少年压力上主要的2个原因，而且部分青少年唔敢使用学校的心理辅导资源。学校唔是较近，就会使随去找老师。 伊讲我唔爱去，因为我惊我的代志，老师会甲我讲出去安尼吼，就是因较小可会烦恼。看到青少年的烦恼，张老师基金会特别设计青少年心灵补给站的计划，想要透过校园讲座、家长讲座、校园心理巴士的巡回，对学校、家庭、社区这3方面整合，让青少年直接使用辅导资源，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。台大 EMBA 校友基金会也投入资源到支持。 小朋友伫细汉的时阵，读这个国校、国中、甲高中，因是会拄到真侪心理问题，无人甲关心，所以这届会当用这个方式，就是讲盼望咱台湾全省咱全国6都省份开始去办，以后其他的县市，我嘛要来继续做。 这届青少年心灵补给站会去到北部地区、台中、高雄、花莲7个县市，目标是要让青少年知影，家己若是有心理辅导的需求，会当去基金会网站预约，以视讯、文字、面谈的方式来进行咨询。张老师基金会期待透过资源的整合，做伙来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